面顶迄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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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啥啦？来抗议的对吧？我顶摆看到这种丢面应该是三明治呢。抗议的哈？这啥？冥婚哦。对啊，跟他拜拜。这是啥？这刚日本的物件。哦，这无简单呢。哪开始做尔，这无简单。我感觉炒迄草啊比甲旋转不对，无啦，你种这个大嘞，你要先大来，迄尾仔佫卷起来。我真正是足戆的，还是就是要休困。阮需要排版人员，因为阮就准备因为阮感觉这时间实在是有够无合理的。嘿，阮想要困，阮想要下班啊。我唔知啊，那边有一个建筑物，应该是为建筑物遐移动吗？哦，对啊，是草莓园吗？我唔知呢。哎，哦，有车来啊！面顶迄，哎呦哎呦哎呦，面顶迄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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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啥啦？来抗议的对吧？是豆仔啊！不是啦，我顶摆看到这种丢面应该是三明治呢。抗议的时是阵，要抗议的时迄是阵啊！抗议的时阵，还是三明治？我讲这诶，啥会啦？请找到专属各位的公公狗狗 start start 行动办公室，请如图装潢摆设。行动办公室是这个车啦，在车呢？这台车啦，哎，这地图我看无呢。有现在位置啦。这地图要安尼看，就是农业物产馆应该的，是不是迄栋哈？一栋应该就一栋。讲起来了，迄是咱要甲你开票。啊！应该不是吧？敢会伤寒？应该咱就是迄台啊。你讲迄台？我感觉迄应该就是咱迄相片内底迄台车。哎，制作单位就用心的呢。咱即马是爱看这张相片，啊，照伊安尼来甲伊。后边足够水耶！哇！就水的啦。哎，还有熊熊呢。笨手心贴啊！笨手心贴啊！回来。给我变成了贺成教。这敢姓熊？我无想要开啊。我雨伞去我。内底有炸弹哦。我会当，我等。你较细个啦。还是为了我来用啊？你是高雄？听袂开。我来用。哎，你还去细你的呢？很可怕啦！很可怕啦！好啊，进开啊，应该会当有开啊吧？来，我对另外一边，我对这边。好可爱哦！啊，即马我要安怎落？你甲我提走，我是要。好啊，好，谢你哦。你手来谢你的是气球。呵。彩屏蔽的感觉真好。你说你卖打着气球。不过阮的车袂看到全部呢。露营车驾驶人行驶纪念证呢？哇！啊，道理哦。这台我在开的。啊，你的证号是黑不放的。来，干杯！庆祝一下，来，庆祝阮的公狗 start 行动办公室开始，来，开始！耶！我就是。有，灵感来了，什么灵感？剪刀石头布，一起等下好，
剪刀加做九头抓，加做九头抓。雨山 start。好，我来。觉得是一个陷阱。我是最期待的了。各位观众，请按我。咱就要做礼拜哟。谁要降临？大家好早，我是 BOSS， 欢迎恁来到全台湾上南平的城市屏东。即阵恁看到的这台车，是恁未来的交通工具，嘛是行动办公室，请恁爱保持清气，唔通用垃圾去火。头一个任务，请恁拿恁咖啡，若设计出恁的队名和 slogan， 以后会使随时甲人介绍。刷落来，搁爱设计恁的队旗。予伊水当当搁 special， 骹手爱紧哦。另外一队已经无用试试啊嘿，予恁30分钟 ，action！ 我先去吹。他是说队名跟 slogan。素描本。若是讲听起来就好记的，都是我们3个应该叫做问吧。问达达咧，问达达。达达是什么意思？稳达达啊，稳达达，稳达达的意思就是讲，找稳就是上稳的啊，稳达达。问达达，问就互你达达。你感觉是2个字是同款的？我感觉是共款较好记。两个有无共款的意思。系啊，这个答是回答，啊，这个答是使命必达。我感觉使命必达迄个可能较好。所以是问达达，那安尼读咧？安尼？大声讲吗？安尼？大声公，大声讲。温达达，使命必达，达达。slogan。都是装可爱，伊个后壁个达达，达达。温达达，温使命必达，达达。哇塞，好厉害！好，你看他都会唱歌了，哇塞！恁的第一个客户已经出现，赶紧去行动办公室找出客户的资料。哦，好。所以伫车内底吗？车内底。啊！你放伫咧遮，我有可能。什么？哈？这啥？冥婚哦。哎呀，跟他拜拜。这是啥？这刚刚日本的物件。是不是？神社。可是如果是有线索，第一位客户稻草的无限宇宙。哎，这个是有没有色盲吗？09364052，好，拢通过无色盲。所以阮要找这个阿伯。而且第一句都要讲头家。喂，头家你好。你好，阮是阮达达广告公司。啊，阮才着一张单，顶头有写你的电话，请问你有啥物需要？我咧做迄个助人证嘞，啊，你不较紧来。好，无问题。谢谢，安尼等一下，头家咱个见面。啊，你刚才我所在对。啊，这传地址来啊。我都不要传，你叫传。啊，无你有讲，我用记。我该写起来。长治乡，我讲你听，点讲我听。长治乡。嘿，长治乡。安和村。有，安尼了解。好。我是爱困啊咧。要困去啊，晓？啊，等一下。谁来？是要拿我伫咧顶头有3个，啊个3蹦，就是拿蹦、5蹦，它的代表的意思不一样。神社顶管都有足侪这种节啊，我以前看迄我感觉足古锥的，伊啊翕相。想要甲蒙啊，无蒙袂着。结果，迄是台湾做的。我讲冥婚啊，要收哦。嘿
哎呀，给他乌白讲两句新名的物件。唔知影敢会当加掉无？高啊！遐啦遐啦，我刚刚是哇！太阳个遮水，就浪漫呢。公司啊，阮广告公司有名，啊，恁小听者，吼。啊，我嘛有名。好啊，我先讲啊，你讲。好，无要紧，你先讲。好好好，阮是阮达达，阮使命必达，达达。对。啊，恁的名是啥？你自我介绍者。我姓李。李。李龙。李龙。你说单节名龙吗？对。龙哥。龙哥。龙哥咧叫是馆长含那个鱼丢咧搞叫，还叫龙哥。我要安怎称呼？无要紧，你哪叫我紧。好，安尼我就叫你龙哥。龙伯啊，龙会使，你要叫啥拢无紧。阿伯啊，拢可以啦。阿伯，还是要叫龙公啊嘛，无要紧。龙公哦。副龙公。龙公是问业主。唔是龙公哦，是龙公。龙狗啊，龙狗啊，龙寿啊，是龙寿吧？对。龙寿甲龙哥，零号。你好，啊，阮拄则敲电话互你的时阵，你讲你是咧做，这是叫做啥？助联神。助联神。日本话就是新美那话。这是拢放在日本的倒位哈？伊个神社啦，因宗教文化咧演的物件。哦，阮今日看到啊。对啊，因为阮都就阮两个就食去日老本。伊势神宫伊老街拢我的物件。伊势神宫嘛是恁兜的哦。伊势神宫的老街啊，因咧挂物件拢嘛阮的。拢是台湾出口的哦。对。这是稻草吗？这稻草对，这是已经收割稻米起来了。哦。因为这要讲这大条的哦，一定爱这较润。哦。较不容易拍。哦，不会，袂断去就对了。断着落雨，较无要紧。恁要来试看卖无？试看卖啊？会当试看卖吗？等下这个后壁这个，互恁更好。好啊。互你更看卖。简单的要手脚并用啊。该好算啦。好算吗？来先看卖啊。啊，恁甲阮教。无我搁做一个，互恁看，你先看，你注意看我安怎转。嘿。安尼甲插入去。用接的甲接起。哎，变好开插进去。哦，甲包起来。包起来。啊，你往外安尼滚。这爱手脚并用啊。嘿。插进去。甲打咧，打咧，拔起来。这查某刚会使。我们拿那个丢啊头。我最喜欢你们两个下来看看。好啊。好，来。好啊，来，我们去那边。你。我来给他啊。这爱汤鸭，无汤鸭你卖。爱汤鸭。不尊敬呐。你看专业。汤鸭起来就是我们要接地气才有灵感。哦。这片好开。嘿。草插落。那偌济，安尼，一百安尼。好。放伫遮。草咧。那你去那边拿。这个爱包起来。再炖，炖。哦。这有两个对无？嘿。对中塞进去。这边安尼塞咧。嘿。拖落出来。好。水。你这爱片好开。哦，这无简单呢。打开始做尔，无简单。我感觉插迄草啊比甲旋转更较困难。我来，我给你。好。来，我来。插入去。好。我炖。好。安尼较巧哦。有巧啊。要换人无？我来试看卖好。来哦，拍拍手哦，我们美女要下场了哦。我感觉龙哥就想要看美女下场。对啊。安尼。唔是啊，你徛啊，你咧创啥？徛安尼唔太好食。哦。炒啊较紧的。来，sorry，我来。安尼甲包起来。这包好完，你免较紧啊，你看来慢讲出去哦。安尼。等我会顺，安尼做起来唔太水。无你卖日本一个嘛，甲你拍清。好，歹势。你会拍清啊？会哦。做无好势，规伙给他退了转来。规个。啊。转播。系啊。哎呦。退货。
这样抽筋。你无动头诶，我是苦落的，你是坐落的。出来啦！哎，你两个在创啥？会不会丢筋？啊，换你来，瓦力，哇！瓦力啊，瓦力。安尼，你才做2下，你都救筋。来操啊！哎，操！你们两个是打情骂俏啊？没啊，他在那边说他救筋。好，记落，无反正唔是啦，你乌白摊，安尼你买欧贝坦啊？安尼，嘿，啊这更过。我来，去加操啊！来操啊！你的脚是安尼拉去，是我安怎？要。你的脚卖拉来拉去。好，一只就好啊。无反正，再去接操，好，再泡。包落起来，包顺，安尼做起来较会水。啊，无啦，你要搁转去做伊啦，到这就好啊。好，到这。啊，等下换来做别行啊好啊。我感觉伊足行，阮兜有当时有一寡亲戚朋友，阮爸爸的朋友，也无着较大的一寡长辈互动的迄种感觉，就是因敢若有家己的世界。伫个过程当中，我感觉伊讲着伊家己上在行的代志，比如讲迄助联绳要安怎用，迄过程当中我是看到伊的热情啦。咱卖先大张，哦，免真济，按2支摕2支起来，咱爱拍一个角，咱就留下就他这要30公分，对，这个乱一个，乱解。乱一个。你用好，我教你一步，嘿，较轻松诶。要安怎用？安尼，哦，有迄工，有迄工具会当用吼。嘿。啊，你这手就免摕那么一路，啊，这摇这安尼拖出去就好啊。好，像我安尼，我安尼较知影安怎做。拿2支来，摕2支，你这时阵要拍的时阵爱倒头啊栽，，倒来在，安尼。左手，嘿，对，安尼吗？嘿，好，啊这，更。转起来，好，啊，给交叉打一个结，交叉，交叉呢？嘿，交叉。嘿，甲这两这个吼，甲这个爱交叉，好按，啊做个按嘛无会定，好。哦，又按，啊，转去啊！够有2只。哎，等一下吼，对，过来，这个没有关系，过来，是中安尼甲藏起来。为了打开嘛，溜按了，有吼，一点中间，嘿，溜落来。哎，给我按入去，嘿，好，好了哈，我们就这样了，开始了哈，你先看我做一下哈，左脚倒脚大，2竿来拄啊分咯，对安尼2边2掌，平大掌，一掌，来往下走凹来，凹到下面，大，来，拢倒脚大，倒脚大。来，这个有较底的，给包里面。包里面。哎，包里面转，转里面哦。你在这边呢转紧，哎，爱加个按呢，来，往里面转，往外的话哦，有散开了。都一样的动作。安尼头就30公分，咱就打的。好，打这好，打这尾巴。放手了，啊，换一支。等换一个。好好你再等。等换一个无？我地无收。这就疗愈。安尼你不要回去了，在我们这里。咱正手咧转，左手咧控制莫有开。好。安尼更过来，这一顶咧。好。啊，即马小可甲转一下，伊就盖扎啦。好。扎咧。好。啊过安尼。同款。嘿。啊，这用哪会当安尼？用搓的。啊，这起来。啊，这不要放哦。这样。我了解。OK。
到尾啊，这无够啊，咱个还搁更。哦，这个更无好势有，咱这样调整一下就好。好哦。到尾啊，卷卷给它绕起来先。绕一圈。哦，打一个结安尼。好，了解。这起来若佫无平，撸一撸就好。哦，我先做甲安尼就好啊。我先做。你佫起一个。好啊。先蹬。不对，右手拿着。右手拿着这个。对。安尼。嘿。安尼。不对，右手拿着。安尼。哎，对。右手拿着，安尼。安尼。哎，对，你右手都不要放。好，开始搁更一下，搁更。无啦，你怎么在搁打嘞？这个还未更啊！你先打来，还尾仔搁更起来。你更一挂起来，你转嘿。安尼。唔对。我马甲你讲，互你个用，本来就好好咧。阮感觉龙哥是一个足幽默的人，讲话足轻松的。啊，毋过伊直直骂我，毋知影是伊对我有兴趣，还是感觉我真正是足戆的，还是？但是我平常很擅长做手做的物件呢，哪会表现无好啊？我嘛是足搞不懂的。就想要休困，因为迄有够忝的，啊，搁鼻孔内嘛是稻草的迄种那个烟还是啥的，就是细细物件，我感觉足辛苦的。可以做片啊？哎对，台日合作的。合作。这是会使这无袂当，这是阮做囡仔时阵，伊伫我挂起来，啊摊贩拢有去炒对无？一个老岁仔人啊，你伫遐都无聊，规十个规种个囡仔。都做这个算。教阮做这炒刀，啊两个当一个，徛要小煎，做好耍的。哦。你看匠人魂，真的。啊，无你两个当一个，安尼徛要电看卖啊。决斗啊！阿伯你的。哦，你跟他决斗。啊，卡位哭了。噔。已经死了，你已经死啊！这就算了。伊就惊呀。啊，龙哥即马，因为咱即马广告公司来遮嘛是爱来甲龙哥想一个，看需要什么款的行销啊，还是广告。我有听，我听到有 pose 的声。要去找迄声晓。对。行啦。来。搁要试迄按钮啊晓。试按钮。先拍开。看卖啊，这内底底啥物物件好无？无录音带呢。录音带里，但是这哪里出的物件？这小人远离。小人远离，什么意思？好，大家看一个小人远离耶。啊，叫这个啥？逢凶化吉。这有一个发光的录音带。应该让啃吧。啊，这哎呦，等下这啥？看起来我是。你要先啃迄录音带就对啊。This side。OK。按我。食人一口，行人一斗。恁今仔日对师傅学遮尼多，即马是报恩的时阵咯。底下恁有一张客户的委托单，请恁爱详细看，唔通漏交哦。明仔载下晡4点，爱甲客户提案。不过真歹势，因为公司的过价这2天休困，所以这2天的食
大，甲提案的费用，恁拢爱家己趁。但是唔通讲我对恁无好，我已经帮恁找到趁钱的工课啊！大家加油！这是什么？征求半日打工人员。这有3位3位打工仔薪水超高，还附餐。等一下，还有一张。客户广告需求单，稻草节全新文创商品，设计戏中祈福稻草节，等下个好名啦。明仔载下晡4点的时阵，爱来提案就对了。在，这是你咱讲。来，给咱解释一下。这代志我交代阮孙仔来处理了。来，美女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这次委托人吼，我主要的是讲吼，因为姑丈姑姑因有些拢是做较大的物件，外销嘛，毋过我嘛想要互就是伫台湾的少年人知影这个物件，吼，就是会当互恁做较细的物件，会当互较少年人知影，然后会当去买，会当求财还是求爱情，学业啊嘛，还是考试，囡仔人吼，就是吼想要个较侪人会当知影，会当就是会当融入我们的生活，对，然后就是要麻烦恁，托恁搞恁重新设计的外包装，会当吼能较好推广。所以咱的目标客群是少年人。那是文创商品啊，少年人有介意。那是少年人，可能是考试啊，是挂伫车顶啊，啊，爱情啊，啊不都宠物的嘛，宠物的噻，对吧？那种，所以我的贴很广啊，很广。安尼，使我甲你讲，因为阮是一个广告公司，阮的迄拄则迄 slogan，甲你阿姨杀的时阵，阮有讲过，阮连咪，阮做一届互你看。哦，你先做我看。安尼哦，你安尼，敢若量，安尼，安尼。量是安尼。安尼，OK，安尼就安尼，哒。安尼就好，嘿，用徛开排。这简单啊。嘿，这简单。安尼了爱摆画呢。哦，你也当摆尾，你也当摆尾。好来哦。阮使命必达，达。哟。我是感觉李龙师傅伊的物件，搁较有一寡台湾味内底。伫日本咱看到的，就是可能一寡花啊，也是讲一寡松树的迄叶子，啊，因写的物件就是一寡汉字伫面顶，所以我感觉两边的感觉是无啥共。搞好6堆客家米食来。不贵吗？客家米食你好赶紧呢。头家你好，头家你好，阮的迄个导演讲，阮爱来遮打工。阮介无闲，你介拄啊好呢。哦，真的，我也在豆子干虾米。这是萝卜吧？嘿，菜头。菜头。咱会炒好，要煮萝卜糕。对。我是客人啊。你是客人对啊，我妈妈是苗栗的客人啊。平常我伫咧厝就跟妈妈做伙做菜头粿，简单。阮拢有安尼提问，大条互你炒，安尼炒。好。那么就喝酒了，二话不说的开心。无啊，因为头家都二话不说。就无闲啊，就无闲啊。我应该无闲吼，无法说开讲。会啊。会晓吼。啊，恁这店拢是做迄个菜头相关的物件嘛？还是是做了米食。米食啦。对，我们南部吼，这个米食相当销售的很好。大家就爱吃。对，好吃。好，表现的不错呢。哎呦，那我们来煮这个。OK，那我要创啥？味蕾萝卜丝，会使。帮好疗愈哦。煮一煮。这个好疗愈哦。这是爱用黑爱茶煮还是爱炒？这是爱用菜哦。菜。我要摕这。好，谁要拿？我要拿。好，很重呢。这个喷强啊！哦，好香哦。这虾米哦。对，虾米有没有人看过？有。我们南部很多呢。哇，就香的呢！这菜头粿拢会有虾米。这个倒下来。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哦，全部倒。好香哦！来了。从底下这样翻起来。要不然底下的会超回答。你也在哦。从底下，拿前面比较好施力。对，朝底下比较好施。对，好。会不会累？要不要换手？会当妈妈用。对。你不是生活白痴吗？没有，我生活白痴。看。
有没有生活白痴？哦，看多看，哎，及格，及格吗？对。你家己做的哦。哦，哇！足香的呢。胖的哈，这棒的。好香哎！来，啊。好，3分之一，好，谢谢。你刚才问导游哈，免。唔免，一看买要问无？要问我才倒互你问。很香哦。哦，就胖的。来，大家一看买哦。啊，嗯。嗯。有冇感觉这比迄什么？这是我这世人食过上好食的菜头粿。原来要好菜食。头比较香哎。内底无加一些有的没的，都没。这个煎一煎更好吃。导游来了啦！不会吧？看起来就厉害的，刚刚蒜头加豆油加糖。对。嗯。哎，这个吃法真的太猛了。东北醋味呢？对啊。没有去煎的那一种菜头粿，原来是这种味，伊迄原本的气味真正有够香，伊迄无法度形容啦，观众朋友看嘛，无法度知影迄味，家己来食才知啦，真正最好食的啦。来来，好，谢谢。谢这样子啊，对。谢谢小姐，谢谢。多谢李谢谢小姐。我有足侪功夫的，谢谢你，就欢喜耶。记食一个不要紧。好。好，哇，这有够趣哦，就水耶。真放松吼，轻松的感觉。就高级。哎，你看，迄只凉，这大只了，两个做的，两个做的，这两个做的，拄好一只灯咱就对，拄好今年要过今年是龙年，所以伊迄面顶迄就是咱用的迄稻草。嘿，稻草。哦。好，咱今摆来板镜书，拄则阮有接到迄任务书嘛，嘿，领不单啊，咱拄则摕钢琴。啊，对，对，我记。看李小姐是互咱偌济？哎，又一个5000，我感觉是一万。 5000，再讲有1万。嘿，阮三个人本应该是9000啦。唔是阮咧要分的，这是这无1万。制作费呢。讲有1万。有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哎呦，万里呢！比我想的搁较济就济呢。啊，唔过，我唔过，够有声，够有声。搁有圣灵充满的感觉。伫倒位？哎，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刚这个？应该是吧。哇！哎呦！来，打开。哎呦！底下。哦，炭灶味梨，生毛不生生气。我无想要生毛呢。对啊，要放啊！好来。我又搁出现啦，莫紧张，因为明仔载的提案我比恁搁较紧张，所以特别对台北请2位老师帮恁检查。看在恁也是菜鸟啊，我有拜托老师的，若要骂人的时阵小控制一下。恁明仔载会知影10点半早准备提案的物件，前往绿队文化园区向伊汇报，讲出恁的想法甲理念。对啦，袋仔内底有多才帮恁准备的样品，确实需要专业人士来斗3工。介绍拢写伫顶面咯，莫漏开呢。
写伫咧中华。所以普罗的老师也对台北来就对啊。嘿，阮是友情价。哎，专业排版一组1万块，排版要1万。啊，有2摆修改的机会就对啊。安尼卖用卖用。排版修一次尔。阮迄1万2，我要摕来吃喝。阮家己排版袂使吗？好啦，咱来好好啊想看卖啊，咱的 idea 是要安怎行？来，两个毋是讲吗？迄个寓意是为日本来的，神农氏啊，甲稻草有关系。我感觉讲台湾人足介意日本的物件，安尼阮来做一个台日结合。哦，就台日友好一种。我感觉用日本的形式甲台湾的内容，也是讲包装嘛是会使。阮拄则毋是伫车顶有讨论过，讲敢若预售。我感觉讲阮的包装，那是创安尼呢，就是做一个那种袋子，因为像台湾人，台湾人喜欢红色，就包装是做这样子的红色，然后就写鹤。阮的外表包装就做成预售的款。顶头会当改些。画迄叫雨伞，画迄柿子还是干嘛？屏东有产虾米？水果嘛，往来啊。我会使画你讲。我感觉讲柿子甲干嘛，因为红色甲橘色搭起来，凤梨旺嘛有一种意思啊。你感觉阮爱互客户一寡选择？我唔知影阮有偌济时间，因为明仔载伊讲透早到10点半。10点半要去6堆客家文化园区啊。今晚几点嘛？8点半。免困啊。伊拢做广告拢无咧困啊。嘿啊。哎，我想要用这种的红甲这种的红甲这种的橘色。我会当写讲，因为这是台湾的物件，阮甲台湾的迄稻草烧的迄稻草，甲推广出去。会讲写讲这是来自神农氏的祝福。跟大地做结合，刚下大地，然后整个大地都会回馈我们，我们就会有很好的福气安尼。我感觉迄说明书可能佫会当加一寡日语的版。嘿。远离三宝。呵，远离三宝，交通的远离三宝啊。可以。我北三宝退散。三宝退散跟远离三宝，我拢写起来。你就讲三宝退散。爱情的就迄。爱情就是。pink 一种。pink。无安尼，咱煮红色要放倒财富哦。嘿啊，财富啊。好，安尼健康要用什么色？绿色。交通要用倒是种？交通。黑色啊。这种哪色咧？我感觉藏青色可能，这嘛会使，这嘛会使。会使。你感觉讲这若是安尼，顶悬绑一个梳啊，下骹绑一个吹吊的，敢是风铃安尼是不是？敢风铃安尼，还是讲台湾人无介意风铃？无介意风铃。敢若有较差哦。啊无，下面挂水晶一个小个，对，小水晶石头，对，爱情的就挂粉晶，嘿，祝连神就有一个祝福的意思，啊，搁有我。家己足介的水晶，几款元素加伫咧做伙，我感觉别的地方都可以拥有这个产品。也毋过，咱明仔载若是要提案，可能爱做一个完整的客话书，包括讲咱的名要号啥。还有咱的包装要用什么款的材质，迄咱我有示意图出来。啊，真物件要做？啊，若是咱惊麻烦，就是开迄1万块。叫伊甲咱做 PPT 安尼。嘿。毋过1万块实在是伤贵啊。嘿啊，哪会遐贵啊？你会使看你朋友甲咱。分3000互伊做。啊，3000爱无？大仔，好大仔。阮需要排版人员，因为阮感觉这时间实在是有够无合理的，所以咱。我想要下班啊。出来啦，无对，爱先收钱啊。先收钱。我甲你讲，你这1万块伤含啦。我会当坐吼。车坐，你安怎称呼？叫我小薛就好。小薛，薛哥，代志是安尼吼。麦哥，
小薛，我甲你讲，你这吼爱拍折啦。本来会当拍这，但是伤晚，即摆夜间加成。夜间加成，你是去零车司机票啦？那有人安尼啦？起码加高点，你夜间加成友情价7000好不好？7000啊。好，好，我问看卖啊，什么啊？你来安尼啦？时间敢若是无够，敢若真正爱有人来替咱执行这件代志，所以咱不得已只好去用这7000块来请咱小薛老师。monitor 先救啊，请哎，就节目点他，你要创哪？你要创哪？喂，一配决定一个，老子有钱，一夜暴富，还是老子有钱二？老子有钱，老子有钱。较有接地气，这张这张咱就剩迄名爱好。哎嘿，对哦，就安尼，无唔对，超有质感，就有质感的，就有质感。我感觉一个广告公司的 team 内底应该爱有这种足强的美术。安尼才有法度我甲伊讲啥，伊拢听有。头脑的物件拢做予伊。另外一组是要安怎啦？因无人会晓画图呢。剃了了。因敢若要唱歌尔。我跟你讲，先不要纠结，行迈纠结。我们可能晚一点会有 idea。嘿，你现在一直很觉得饥寒交迫，你不会有脑力的。啊，问差不多啊。我已经先想一个出来，我们想很多了。我唔知讲三个人做一个广告公司的 team， 遮尔啊硬斗。因为我是伫想文案的时阵，还是想文字的时阵，我是袂当互人交了的。要毋过，我袂当甲伊讲，恁两个莫讲话哦，我要想文案哦。可是都有时间的压力嘛，我感觉就硬。可是，在很短的时间，然后在就大的压力，人会快速成长。咱先看印一下吼，燕姐，燕姐看这，我帮您合图，封面嘛，present by 问答答，对，有产品定位、新品名称，加3个包装，这是健康，越吃越瘦，宅温，老子有钱，这三宝特产。所以是甲迄包装材质的建议，拢甲伊全部结合安尼吼。对，无我感觉分就这样，淡薄仔乱啦。这是说明条款，帮你合图这就赞的哦。对啊，安尼开了有记得吼。合图我改。会使哦。就有感觉的。到时我甲加一个印啊。好啦，我电脑先放你家。好哦，多谢你，谢谢小薛哥哥。谢谢。谢谢小薛哥哥。谢谢。感谢啊。我感觉。是 PPT， 看起来就像 PTT， 黑底啊，水蓝色字，就像 PTT 推文的那种。大姐，一寡包装美妆啊，请寻找粉红就乖，那好啦，电风扇关起来。所以咱今晚要找粉红色的这哦，底下遐。我来就是你的老师好。老师。喂。不是啦，粉红色的声音，粉红色的，粉红色。随看买。好，听后边看买。是有人会穿粉红色的衫哟，是咱咧要伫这客家文化园区内底安尼写的对啊？对啊，应该是吧。粉红色的纱，少女白琴。粉红色的纱，少女白琴。老师谁电子花车来？老师电子花车。同学们，你们好。这是老师哎。老师你好，老师你好。老师喜欢手下留情啊，阮的产品就是这
这是柱连绳，柱连绳，就是老师伫咧日本的新神社会看到迄个柱连绳。伫咧屏东就是伫阮兜，我唔是阮兜啦，阮家的屏东家做的。啊，毋过因的产品就是想要卖互较少年人。所以咱回来老师看一下咱即马买啊的一寡想法，还有咱即马的简报。好。啊，策略部分就是讲去结合咱台湾的少年人，要无到青壮年加流行用语，变做是咱的柱连绳这祈愿的祝词，安尼都中间本地写逢凶化吉嘛，咱家用一个较少年的语言，这少年人即马就爱日本这元素嘛，去家做一个结合，啊变做是咱的商品安尼。哦，下一页。阮的产品的名叫做功效如神。功效如神的神，就是迄谐音，生命的谐音。啊，阮就是柱连神的神，啊神甲迄个神拢是有关系，所以阮希望讲当用这个谐音啊，功效如神。功效我有四种，无共款的功效安尼。好，啊头一个功效就是年轻人一定要爱情嘛，恋爱恋。啊，阮就想要甲迄柱连神。这是基本款啦。啊，不过阮想要甲使讨论一个，敢袂当做一个改变。故事去甲包装，会当互这个商品更较有价值，啊嘛会当互少年人去熟悉这个柱连绳是啥物款的物件。啊，咱的行销管道就是讲，因为即摆网络嘛就发达的啦，所以会当透过比如讲 KOL 啊，要不就是用 IG 这种。行销的互惠的现实动态的行销，会当互咱的少年人会当知影有这款的物件会当去选择，啊，而且嘛会当用即马最流行的就是团购的方式，因为听讲即马就侪人咧团购这种。就在网内去神社团购玉手，团购玉手、团购水晶啊，然后我们希望讲以后会当流行起来，讲大家来团购这个柱连绳。其实一开始我是就算讲是就惊艳的，当然在设计上还有很多可能性可以去做发挥。这就讲比较师傅进行的想法，其实已经往前走了一大步了。神的谐音的句子其实蛮多，如有神助啊。为什么神来一笔？我们可以给两个选掉啊，好塞去算啊。对，就是在这个商品命名这一块，其实可以给他多一点选择。而且柱连绳也有柱。如有神，对，如有神助，如有，不愧是京剧比赛，真的。所以我们下午还要见面嘛？对，对，那我们就先离开，那你们再继续整理一下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Jeff。还有，我昨有受一个仪式感呐，是要拍开之前，可能阮会使摕到这个物件的时阵，先许愿，可以就是更相信这件事情的感觉。我是感觉这种物件，若是有当时有这种仪式感，伊讲的仪式感，是会互这个物件的帮助的磁场啊、念力拢感觉更加济，大家更加相信。打开前许个愿吧，安尼。好啊，会当啊。咱玉手要戴一个材质是啥物啊？哇！用这啦。啊，你裁的你就用这，就烫金啊。小薛哥哥，小薛哥哥，哎，啊，人是去去变色。